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12，箴言15章30節安尼講：目睭的光明，互心歡喜。好消息為論得骨。三個來祈禱，愛願目睭光明，通互心歡喜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！至權、至大、至真、至善的全能上帝，願來到你的施恩寶座前，要來學老稱頌你的名。主啊，你是活命的君王，你是困難的相助者。你是阮逐時逐刻的倚靠甲幫贊，主啊，願感謝你，因為你的恩典永無離開阮，你的憐憫每一天攏是新的，主啊。叫你互阮的目睭常常注視佇你，互阮無受世界的憂愁、驚嚇，甲負面的聲音所充滿，乃是看見你奇妙的作為、豐盛的恩典，甲永無改變的應允。主啊，當阮仰望你的時，願你的光照阮的心，互阮因為你的好消息，定心得到喜樂、平安甲盼望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